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是这个粪扫车咧挖区的时阵弄死人。宜兰35岁清洁队的司机驶这个粪扫车挖区要入去巷仔底，本底应该徛伫咧车斗的这个随车的人员，是到边仔帮一个老大人来赶粪扫。这个粪扫车继续来挖区，结果煞甲一个出来要倒喷的84岁老太太刚弄死。 救护车赶到现场要将好粪扫车弄掉的老太太送去病院急救，不过嘛是救无完。一个意外发生伫宜兰的东山乡，当时粪扫车就像安尼驶入巷仔底，要互这老大人倒粪扫。一开始好一个工程车挡掉咧，对车的人好心落车替其中一个老大人赶粪扫，驾驶一个看工程车驶走，就开始驶倒停。 车子就退，那妈妈就已经这只手就已经要到那个手水，所以就等于是左侧就都被他没看到了。对，被弄掉的老太太今年84岁，真勇敢，进前才甲厝内人拖年过尔，想要到伫门口拄着死剑。东山乡公所，我们负起全责，呼吁我们的所有的同仁，日后在工作上面要更加的小心谨慎。 这摆会发生意外，主要是因为对车的人落车斗赶粪扫，却是袂赴提醒驾驶。另外，驾驶嘛因为好心想要驶入巷仔底，或者是大卖行遐远，抑过无注意到车后，所以讲为了改善这个流程，意外嘛提醒乡亲，粪扫车要伫刷叮当的时，千万唔通伤晚，因为这车遮大台有死角。动点进前，离车较远咧，安尼才较袂发生危险。